加密團、腓立比團各位姊妹，好唔好意思，今次翻嚟就冇機會嚟到參加團契，你哋兩個嘅團契，因為個行程都係好逼因為我最主要翻嚟想探望我妹妹，咁因為我希望多啲時間嚟到去探望佢，咁教會裏邊嘅弟兄姊妹又好熱情。有編排，又有啲嘅時間一齊嚟到去午餐咁樣，所以咧變咗就冇機會同各位姊妹嚟到相聚。希望天父祝福你哋各人。我以後翻咗我23號我就翻英國噶啦咁希望翻去之後有機會繼續能夠可以咧喺呢個嘅電話嘅裏邊一齊咧再咧嚟到去相聚啦。希望天父祝福你哋各人喺主嘅裏邊有平安、身體健康。天父祝福你哋各人每一個都能夠蒙福。願主嘅恩典時時與你哋同在。希望將來有機會再相聚啦。天父祝福你哋各人。